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6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師啊。今天这個胡適走勢啊，也很有意思啊，低開高走，尾盤呢又跌下來了。這個滬指啊，就像一個倒扣過來的鍋啊，這種走勢啊，似乎這個預示着後市啊不太好。A 股三大指數今日集體下跌，截至收盤，滬指跌 0.25%， 深成指跌 0.33%， 創業板指數跌 0.73%， 北證指數漲 0.9%。三市啊，滬深金三市成交額 2.16萬億，比上個交易日啊少了300億，也就是縮量。這個量啊，眼看着就要掉到2萬億以下了。這個在2萬億以上，大體上還可以說是比較健康的，就資金還比較活躍。跌到2萬億以下呢，就是資金非常不活躍，觀望的情緒啊就越來越濃。今天對金融消費者來說啊，也不十分友好啊。今天是漲跌各半，上漲的股票2749家，下跌的是2550家。這個指數啊，今天這個走勢啊，兩頭低，中間高。胡適啊，這指數今天下跌的原因啊，也是多方面的啊，但是它有一点啊，多少它是受了隔夜美股的影響。所以我們說一說啊，這個美國股市還有這個黃金白銀。美股啊，這個7個科技股啊，7枝花7姐妹多數出現大幅度調整，黃金白銀大跌，連比特幣啊這種加密貨幣啊也是持續下跌多個心理價位這個關口，原油等資源也是同步下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似乎叫山雨欲來風滿樓啊，黑人雲壓城城欲摧。上個周末啊，這個黃金白銀的這種震盪，那只是前戲啊，開胃菜。隨後啊，周一周二是吧，震盪回升，現在又在下跌，簡直太刺激了啊！它這個傳導到這個亞洲股市啊，2月6日，日韓股市低開，開盤後直線下挫，日經225指數跌超 1%， 韓國指數跌超 4%， 這個韓國的指數期貨下跌 5%， 程序化交易暫停5分鐘。這個美股的走勢啊，最近也是受什麼人工智能還有什麼軟件股受打擊啊，也就是簡單的說，就是在2025年下半年說的人工智能啊，高科技股的這種泡沫化呀，现在是叫一有風吹草動啊，那資本市場馬上就出現這個異動。為什麼呢？就是已經到了這個弦啊繃得越來越緊，大家都高度緊張，因為大家心裡都知道啊，很有可能會出現泡沫破裂，但是又不是現在馬上就破裂，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破裂。那越是這個時候啊，越是這個叫什麼，越無法自拔，就是陷入這種啊，因為甘蔗的它這個最後一段是最甜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在資本市場明明賺了錢，他也跑不了，最後如數鳳還，就是因為最後一段才是最瘋狂、最刺激、最有意思的一段。這個所以美股啊，現在就是受這種風吹草動，只要一說啊，這個英偉達不行了，或者是哪個這個 OpenAI 不行了，甲骨文不行了，对吧？馬上就能在這個美股市場引起這個躁動，說明這個投資者啊是高度緊張。科技股的泡沫啊，就像那個人工智能的泡沫，就像那個达摩克里斯之劍懸在頭上，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斬下來，沒斬下來之前啊，那個都是最刺激的。這是美股啊，那黄金白銀那更是這樣啊。2月6號啊，黄金白銀開盤後就跳水，這個現貨白銀啊，昨天最多是跌了20%多，上一次最多跌35%，昨天好像跌20%多。這個白銀啊，已經跌了多少呢？白銀從最高點到現在，短短的大概6-7天啊，已經跌了42%，太狠了，對吧？漲得快，跌得更快啊！就是短短的這6-7天裡面，白銀差不多就是腰斬，這種過山車式的走勢啊，也太刺激啊！所有參與黃金白銀的人，估計啊，這一個星期啊，那就大起大落啊！黃金還稍微好一點啊，黃金昨天最低好像是破了4800美元每盎司，也就是黃金的跌幅啊，比白銀還稍微好點。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截至發稿，現貨白銀將年內全部漲幅回吐一盡，年線轉綠跌 8%， 也今年啊，這個白銀的漲幅全部抹掉了，還跌了 8%。不只是貴金屬啊，美股、加密貨幣等正遭遇投資者拋售。我們再看看這個比特幣啊，這個比特幣就更慘了。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比特幣盤中觸6萬美元，超57萬人爆倉。2月6日，比特幣再跌 3.54%，盤中觸及6萬美元，
近5日跌超20%，槓桿壓住解除及整體市場動盪加剧拋售，與去年10月初創出歷史新高的12.6萬美元相比，比特幣已下跌超52%。全球第2加密貨幣以太坊跌了3%，跌破1800美元。最近24小时，全球共有57.7万人爆仓，爆仓总金額為26億美元。刺激不刺激？太刺激了啊！美股有没有到顶，咱不敢说，因为这个虽然科技股有泡沫，但是你也不知道它的泡沫是现在破，還是說再過半年、再過1年、再過2年都有可能。如果再過1年、2年呢，它這個美股說不定還要創新高啊，有可能啊。但是說不定現在就破了，這誰說得好呢？所以美股的不太好說。但是啊，你看看這個黃金、白銀、貴金屬和加密貨幣，就它這個1個星期這個走勢啊，我可以負責任的說，這2年裡面參與這個黃金、白銀，就是貴金屬炒作的，參與這個加密貨幣，就是比特幣，這2年啊，參與的人恐怕都賺不到錢，不賠錢就不錯了，大部分人跟人賠錢。這讓我想起了這個特朗普家族。特朗普家族不是他是25年的吧，1月20號上任是吧？之後他不就是他們家族發那個什麼加密貨幣嗎？這個特朗普的二兒子還是小兒子在炒那個比特幣，他搞了個特別大的機房，在那個挖礦。你要這麼看的話，特朗普他們家族啊，在加密貨幣這塊絕對是賠錢的，賺不到錢，對吧？你想，它最高12.6萬美元，現在已經在6萬美元，已經跌掉52%，腰斬。你下面會不會再腰斬都不好說啊，跌到哪裡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一直說啊，這個波動性這麼大的資產就不適合韭菜去玩。這韭菜去參與什麼黃金、白銀、什麼加密貨幣，那典型的就是叫賭博。但是啊，確實有很多人啊，他忍不住啊，他也參與。比如黃金，那大爺大媽拿着退休金去買黃金，能賺到錢嗎？大家覺得？你說大爺大媽拿着退休金買黃金就能賺錢？那這個世界還有天理嗎？那這個世界它能正常發展嗎？發展不了了，沒有動力啊！因為啥也不用幹嘛，你拿錢去買黃金，這世界就能發展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啊，這個像這種拿個錢啊去買點黃金，買點白銀，買點這個買點那個，你就能不用幹活啊，不用上班，就能實現這個階層躍升啊，然後實現這個財富自由。那這個100%是極少數人才可以做的。等到韭菜們自己啊很輕鬆的就能靠買黃金能賺錢，那誰幹活呢？誰去當牛馬？誰每天上班8小時呢？12小時，對吧？不能否認某些人啊，個別人從中賺到錢了，但那是極少數。而且這些人他只要不撤，繼續玩，總有一下把他抓住，連本帶利都得還回去。這個沒有任何懸念啊。這個網上大量的這樣的帖子啊，什麼你看啊，我看到有個人說啊，說我買了有色賺了50萬沒走，結果碰上史詩級貴金屬暴跌，到今天還虧了40萬，都怪自己貪婪和無紀律。上午已經全部清倉去買實物、貴金屬和美股了。這裡沒有長期主義和價值投資，全是情緒投資。情緒來了，天天漲停；情緒走了，天天跌停。出都出不來。說的是胡適啊，結果下面就有別的網友給他留言了，說哥們兒你又慘了，從胡適割肉割出來了，跑到美股，結果又挨了2棍子，買實物貴金屬，對吧？又挨1棍子，他這麼折騰一下，基本上錢就沒了啊。那本金打折再打折再打折，那還有什麼本金呢？這就是散戶的命啊，這就是韭菜的命。我作為一個親歷者的吧，過來人，我可以負責任的說，這個就是命，這就是人性呢。就是說我最多的時候滿倉啊，賺了應該是賺了2倍吧，對吧？從3塊炒到11塊，10塊多，11塊滿倉啊，那不是說小倉位啊，不是說我拿1/10的資金從3塊炒到10塊啊，我是滿倉啊，從3塊一直就中間就不動到10塊11塊，賺了多少啊？為什麼不跑？是因為你跑不動。你要知道，等到10塊的時候，一個漲停什麼概念？以前3塊的時候一個漲停才多少錢呢？你知道這個10塊的時候一個漲停那是多大的甜頭啊？結果不願意跑嗎？對吧？跑不動啊，趕上530半夜雞叫一網打盡，這還不算狠的啊，最狠的是到了9塊10塊的時候還加倉，覺得這玩意不知道漲到什麼時候，這往後還得漲啊，這叫路徑依賴。你想你3塊上來的對不對？到了9塊你還加倉，這散戶就這麼幹，我就這麼幹的。
但是就覺得這個漲到20沒毛病啊，漲到30也沒毛病，為什麼不呢？所以說啊，9塊加3，你說說吧。後來趕上這個530半夜雞叫，把賺的錢送回去了，連本帶利全還回去。有人啊，他紀律性強一點，他很機械，有20%他就跑，但是啊，這些都沒用，叫沒卵用，因為只要你還在裡面操作，總有一天啊，被人家一把逮住，全部還回去。你比如說啊，這個咱們胡適有個基金叫國投瑞銀，鳳凰財經報道啊，這大家都知道吧？截至2月5日收盤，國內唯一一支跟蹤白銀期貨的場內基金國投瑞银白银 LOF 已連續4個交易日開盤即跌停，其對應的場外基金淨值2月2日更是暴跌31.5%，引發市場高度關注。最主要的是，你現在在這個國投瑞銀基金裡面啊，你出不來，因為它一開盤就跌停，一開盤就跌停。你說我割肉出来，對不起，出不來。那個封单啊，那個特別大。我記得第一個跌停板上是18億啊，18億股啊，那就聞所未聞。現在啊，這些國投瑞银的這些投資者啊，現在在哭爹喊娘的啊，用戶們投訴說，國投瑞银1月3日突發停牌，復牌後連續跌停，導致無數投資人資金被套牢，擾亂市場。白銀期貨估值和國際國內不同步，在非交易時間公告修改淨值，給基民造成了巨大虧損。投訴網友表示，這樣嚴重的霸王條款誰都不服，強烈要求證監會嚴查，輸不起就退市。此事必定要給投資人合理說法，麻煩有關部門、中國證監會、國投基金公司以及托管銀行機構給予合理說明此情況，這已經關係到千千萬萬中國投資人自身利益及家庭。說1000道1萬啊，都是因為白银的這種暴漲暴跌導致的。這個白銀啊，過去的1年2年一路上漲，然後2026年以後就開始加速衝刺。這些投資者買了這個國投瑞银白银這個基金的啊，那天天啊覺得自己都是巴菲特，恨自己倉位低了，没敢重倉，買的少了。這個國投瑞銀呢，這1年2年這翻了多少倍啊？結果啊，回頭一看，都是一場夢啊，你跑不出來啊！開盤就跌停，現在是明天就是第5個跌停啊！下個交易日啊，所有漲幅全部抹掉，不就是空歡喜一場嗎？所以說啊，像這些暴漲暴跌的啊，這些資產不適合韭菜玩。這2年啊，參與這個黃金、白銀、比特幣、加密貨幣炒作的，恐怕都是白忙一場，空歡喜一場。這還算好的啊，有很多人已經爆倉了，跳楼了。散戶就是這樣的啊，很少有人能做到漲的時候他重倉，很少啊，跌的時候他往往是重倉，這就是人性，沒辦法。新加坡聯合早報啊，他刊登一篇報道，他說啊，實體經濟走弱，中國短線資金湧入金屬市場，在資金充裕卻缺乏合適投資去處的背景下，中國投資基金湧入貴金屬市場，凸顯當局將資本引導至實體經濟所面臨的困難。隨着國際貴金屬市場價格走高，中國上月的期貨市場交易活動明顯升溫。彭博社引述潘森宏觀經濟研究公司首席中國經濟師威格利表示，過去幾個月，白銀、銅、鋁、鎳、矽以及線材期貨市場短線交易量大幅飆升，很可能是流動性過剩，而其他投資選擇匱乏所致。這就是任澤平老師說的啊，水牛啊。報道指出，多年來寬鬆貨幣一直支撐着經濟運行，但在增長乏力之際，中國央行被迫加大托底力度。数據顯示，2025年12月广义貨幣就 M2 啊，同比增長 8.5%， 快如去年第4季度名義 GDP 仅 3.9% 的增幅，但零售消費和資本開支並未同步增長。威格利認為，中國央行只能確保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並引導利率下行，卻無法憑空創造實體經濟中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因此資金只能追逐金融市場的回報。今年中國約有7萬億美元，就是银行定期存款到期，這是在房地產行業多年危機、股市回報乏力背景下，居民積累起來一座儲蓄大山。這些資金被釋放之際，具吸引力投資選項卻在收縮，也就是說，除了儲蓄，你這錢沒地方去啊，沒有可靠的投資渠道，反而為貴金屬，尤其是黄金提供了發光機會。澳新银行中国高级策略師邢兆鹏说，房地產
曾是資金的主要去處，如今卻被視為虧損資產。銀行存款利率偏低，股市承受政策干預壓力，債券收益率同樣不高。在這樣背景下，黃金和白銀成為少數仍能提供可觀回報的投資選擇。這就是好多大爺大媽啊跑到菜百買黃金的原因。各大黄金那個賣场人头攒動，實際上啊就是把你錢從銀行騙出來，進行新的一輪收割。黃金只是個媒介，只是個由頭啊。一定是這樣的啊，難逃被收割的命運。收割之前啊，總會給你一些甜頭，對吧？讓你賺一點，讓你的膽子越來越大。這到時候一看差不多了啊，就一網打尽。紅星資本局報道啊，說這個木犀股份上市2個月後拿29億做理財。2月4日晚，木犀股份發布關於木投項目實施週期及使用部分閒置資金進行階段性現金管理的公告。公告顯示啊，根據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並上市相關規劃，公司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分3至4年投入，部分募集資金在項目分階段投入前將產生階段性閒置。為優化資金管理，提升短期財務收益，公司將科學合理的對上限不超過人民幣29億元閒置募集資金進行階段性現金管理，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率。什麼意思呢？他說使用部分閒置資金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保本滿足保本要求、期限不超过12個月的現金管理產品，可按木投項目資金需求隨時贖回或支取。這個什麼意思啊？簡單點說啊，就是韭菜把錢交給了這個上市公司，對吧？本來是指望他啊，你趕緊，你不是缺錢嗎？大家湊齊了錢，你去發展你的高科技啊、算力啊、人工智能啊，不是這意思吗？他不是搞什麼 GPU 的嗎？結果人家把這錢一拿到手之後啊，轉身啊就存銀行了。就这意思啊，流动性好，滿足保本要求，期限不超過12個月，現金管理產品。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產品啊，總之它就是存銀行，要麼就是買銀行的理財啊。但是銀行的理財也沒有說保本的啊，只有存款勉強說可以保本。但是你這個29個億誰給你保本呢？29億存銀行啊，到時候如果是銀行垮了，那也只能賠你50萬呢。所以說你看上市公司的幹些啥事吧，對吧？把韭菜的錢搞去和詐騙沒啥區別啊。我們再看看這個央視報道啊，說留學生飛回國給騙子轉賬300多萬，這個是發生在上海的一個事情啊。上海的警方及時果斷的處理了一個涉詐案子，受騙者是一名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實際上就是在美國留學啊，專程回國給騙子轉賬300多萬。什麼意思啊？這個受騙者這個女孩啊，在美國留學，但是她被騙子設局了，然後啊打着飛的啊飛回國內去給騙子轉賬，最後啊幸好啊被警方及時介入。大家看視頻啊。2025年11月5號晚上7點多，上海警方接到預警，一名中國留學生剛剛給詐騙分子轉賬了300多萬元。民警輾轉尋人，最後在浦東公安分局的門口找到了年輕的被害人菲菲。你跟我走到派出所好吧？你不相信我？家裡人，那我肯定相信家裡人。我穿着制服，你应該相信我的吧？在公安局門口，當時我懷疑詐騙我的人也是穿着制服，甚至報了警號。我現在只能說，我為了保證我的人身这東西。他當時整個人還是比較驚慌的。當初我們是在那個分局旁邊找到了被害人，他那個時候對我們還是比較有抵觸心理的。直到朋友來到身邊，菲菲才漸漸平靜下來。派出所裡，菲菲給眾人講述了她在恐懼和不安中度過的半個月。應該是10月17號、18號的。人在美國，我就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然後對方跟我說他是中國駐美國的大使館，說是有個人冒用我的這個護照的信息，做違法的事情。對，我就跟他說這怎麼可能呢？他就跟我說我這個疑似信息被盜用，所以我的這個出入境是被限制的。就讓我給廣州市公安局報案。如果他們說是真的的，對我還是我家人，包括我自己學業的這個威脅都是蠻大的。半信半疑的菲菲決定按對方說的先去求證。隨後通過對方的電話轉接，她順利聯繫上了所謂的廣州市公安局。當時他們是直接接通了，我就如實的跟廣州市公安局報了這個事情。他當時是通過視頻給我看他的警官片。隨後，對方看似不露痕跡地給菲菲看了他們的辦公環境，還不經意地讓菲菲聽了他們溝通辦案的過程。
我就听他辦公室接到另外一个这个人进来，跟他说匯報說，我是某個案件的這個重大嫌疑人。然後你就害怕了。對。官方電話、警官證、辦案過程，這些看似眼見為實的證據，讓菲菲相信自己確實被牽扯進了一樁重大案件。之後的半個月裡，菲菲每天都輪番和所謂的警官和檢察官連線通話，並按要求時刻匯報自己的行程，還被禁止與家人朋友聯繫。當時有和你爸媽說過嗎？當時沒說，我其實一直想說，因為他們當時有說，就如果有泄密的話，有判刑。對方以配合調查為由，要求菲菲下載了指定的聊天軟件。後來在交所謂保證金時，菲菲想到只有國內銀行卡有足夠的餘額，她本想飛回老家辦理，但對方要求立刻交錢，於是她買了最近的航班飛到上海。而這時聯繫不上菲菲的父母，也已經在老家報了案。其實他手機那個時候只能和騙子單對單聯繫了，騙子直接在後台就把這種聯繫的方式給切斷了。那他們其實就更加是一個孤立無援的狀態，然後這種恐慌之下就更容易上當受騙。2025年11月5號，菲菲將347萬元人民幣轉入了對方提供的所謂安全賬戶。之後，他要求對方出示相關的法律文書，對方卻說需要本人去線下辦事機構領取。騙子最後是把我們浦東分局丁香路的地址給了我們被害人，那麼他們是想在這個時間裡面把錢完成一個轉移洗錢的過程。最終，上海警方通過與外地警方聯動協作，成功保住了還沒被轉移到境外的247萬元和已經被詐騙分子折換後塞進國際物流包裹中的1.5公斤黃金。這我就在想啊，這個女孩子啊，這個留學生在美國沒有被美國那個聳人聽聞的斬殺線給斬殺，對吧？卻遇到了國內人啊經常遇到的電詐，你說這叫什麼事？這盤盤們不知道能不能解釋這個事啊？盤盤們不知道怎麼看待這個事啊？一個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沒有遭遇美國的斬殺線，那斬殺線把美國人、美國中產的斬入馬下，流落街頭啊，慘不忍睹啊！一個中國的女留學生在美國沒有遭遇這樣的斬殺線，卻遭遇了這個電話詐騙，這是為什麼呢？第二個啊，這就是典型的這個電詐分子啊，他給受害人制造了一個信息繭房，對吧？讓他不要跟家裡人溝通，不要跟身邊任何人溝通，恐嚇他。實際上這個女孩子啊，第一天如果就跟她的朋友、跟她家裡人或者跟着老師啊溝通一下這個事情，恐怕就知道這是個騙子、騙局啊。結果呢，所以我就在想啊，這些人為什麼能上當受騙？不是說他錢多啊，我覺得他多多少少恐怕有點事吧。就是說別人能詐騙你啊，一個就利用你貪婪，一個就利用你恐懼。貪婪我看他不像是利用他的恐懼，那他有什麼好恐懼的呢？就是你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所以這些騙子啊，能輕易的把他嚇唬住，那說明他多多少少啊，在這一塊恐怕是有問題的。那所以別人一嚇唬他就拿捏住了，就是軟肋啊。這裡面跟大家說一個小技巧啊，就你不管接到什麼電話，你可以接也可以不接，但是你不管是接還是不接，你第一時間你就給他掛斷掉，然後你再反打回去。記住了啊，只要是詐騙電話，你反打回去是打不通的，就這麼簡單啊。如果是派出所找你，派出所那座機你反打回去能打得過去啊，頂多在上面加個區號。所有的廣告電話啊，這詐騙電話你反打過去是打不過去的。所以你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如果你接到一個電話，你不接就算了，對吧？不給你打10遍你都不回，對吧？如果同一個號碼給你打個4、5遍，哎，那你才回，你給他回過去，對吧？你這個時候這種電詐的這種可能就已經攔掉了80%以上。有的是手機號給你打的，那這個基本上啊就可以不搭理了。沒有那個警察辦案子，那會拿個人手機給你打，就是手機啊，你反打回去，他也是他們單位的電話，就是那個手機也可能到別的警察手上，所以你這樣一打回去，你問這是哪裡，他一定說他是哪個派出所。哎，我打過啊，因為我就經常這麼幹，別人給我打電話我是不會接的，但是我一看這電話挺正經的，那我就會給他反撥回去。第二個就是極限拉扯，什麼叫極限拉扯呢？就是拖12個小時，拖24個小時，拖36個小時，拖48個小時，你看他的態度，在這個過程中啊，騙子就會露出蛛絲馬跡啊，露出馬腳。總之啊，說來說去啊，還是這個受害人呢，他很有可能啊，他在某一方面有這個缺陷啊，被這個詐騙分子抓住了。
总之啊，咱們身邊啊騙局是越來越多，無論是胡適還是什麼黃金、白銀、比特幣啊，對我們韭菜來說都是騙局，都是坑。還有這電詐一樣，他們實際上是一樣的啊，只不過換的手段不一樣，變着法的啊，想把韭菜那点錢給搞走，所以我們自己要多保重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